迎来到 Go Go 公好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我看早餐都在吃烤番薯哎。哦，被发现了，你知道吗？番薯被大家说啊是又健康又天然的食物，而且它可以帮助消化。番薯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高哦，尤其西湖的番薯真的是相当的美味哦。哎，那你知道吗？11月中旬啊，有西湖番薯文化节。我知道那个活动呢，超级热闹的，因为它有挖地瓜比赛呢，也有烤地瓜哦。哎，说到烤地瓜，你知道怎么说吗？客家话叫做尾番薯。尾番薯。那另外哦，除了热的烤地瓜之外呢，还有冰的跟甜的哦。冰的怎么说呢？冰叫做 ben。那甜呢？甜叫做甜，甜叫做甜。那如果是又冰又甜的烤番薯很好吃，要怎么说呢？应该要说又冰又甜的尾番薯都好吃。又冰又甜的尾番薯都好吃。接下来呢，透过镜头，Go Go 公哈发带您来吃番薯。哇，西湖这里有好多的甘薯哦！每年11月呢，在西湖都会举办甘薯文化节的活动。在这个活动里头呢，有挖地瓜比赛，也有尾番薯的活动，非常热闹，而且很有趣哦。小姐，这是你们的特产吗？对，这是我们板跟番薯。板跟番薯很好吃，而且懂甜哎。对啊，很甜，要不要试吃看看？好，谢谢。真的很好吃哎。那到底要怎么吃啊？从冰箱取出，放置5到10分钟就可以了。那如果用烤箱烤可以吗？会更香。哇，真的哦，真的好好吃哦。真的很好吃哎！哇，西湖的番薯真的是超好吃的，而且我光看你吃的样子，我就觉得好好吃，懂好吃，真的超级美味的哦！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烤番薯怎么说呢？叫做尾番薯。尾番薯。那到西湖哦，他们的冰薯真的很好吃，冰冰凉凉的。冰怎么说呢？叫做 ben。那如果是甜呢？叫做甜。那如果是又冰又甜的烤番薯很好吃，要怎么说呢？应该要说又冰又甜的尾番薯都好吃。又冰又甜的尾番薯都好吃。真的又冰又甜的烤番薯，一级棒的好吃。今天 Go Go 公好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回见喽！下回见，拜拜。